这个南投布农族拍蜡文化是豆豆咧流失，所以林务局特别来协助做田野的调查，希望透过老大人的分享，守护传统，嘛互更较侪人了解布农族过去拍蜡的仪式甲禁忌。 因为时代和环境的改变，还有传统文化渐渐啊消失，真侪部落时代会增烦恼少年人去拍蜡会犯着禁忌。以前有禁忌，不能在部落跑来跑去拿着枪啊，所以这个枪非常重要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我有枪，啊，我呜一下就走了，然后看到就打，看到就打，这个是不对的。 仁爱乡万丰村侨兵部落展开布农族拍蜡文化调查工作，嘛邀请部落长老来分享传统拍蜡文化的活动和禁忌。我们其实也发现说，其实布农族的文化慢慢的越来越式微，越来越失落，甚至很多母语。所以这些文化如何传承，我们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希望透过这课程，会当让少年人更加了解原民拍蜡文化的价值和精神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